恁着甲我，恁甲我着学了耶和华最大，三甲尊伊的名最悬。我要求耶和华，伊就应我，叫我脱离我一切通惊的事。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做伙来敬拜俄罗主。圣诗第201首。圣诗第201首。上主做我至好牧者，请做伙来吟。感谢主，咱做伙仰头来祈祷。感谢主，你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是全能的大主宰。你是疼阮的阿爸爸。感谢你道成肉身，承受你的疼甲大拯救。我要感谢阿罗你。伫世界新冠肺炎大流行，阮的环境还阁伫三级的警戒，到处惊吓不安，性命受到威胁的时，阮才会当借着直播，安然伫你的面前祈祷、敬拜阿罗你。感谢主，阮也为着全地、全台湾、全教会的兄弟祈祷。检测有人因为新冠肺炎，环境受到影响，生活受到艰难，有人失去工作，失去亲人，有人性命受到威胁，惊吓不安。主啊，阮是卑微软弱的，但是你是全能的上帝，赐平安的神。阮向你祈求，求你赦免阮的罪。怜悯、保守，看顾因
赐下医治甲帮赞，满足因的欠缺。阮的病痛会当得到医治，出入会当得到平安，安然度过这个难关。也求你保守医护人员的平安，疫苗注射会当得到完全，互疫情会当得到控制，互病毒无阁生拖，宣告撒旦无地位。阮要常常倚靠主，向你祈祷。虽然伫即个新冠肺炎的隔离当中，阮袂当自己做伙，但是你的疼靠着阮，阮彼此提醒，凡事谨慎，彼此相疼相扶持，用性命影响生命。求你赐予阮生命的力量，坚固阮的心智，互阮伫基督耶稣内面无惊吓，随时得到帮赞，充满信心，会当享受你所赐的喜乐甲平安。感谢主，阮将教会兄弟姊妹身躯、家庭的和乐、工作学业的平顺等等，心灵一切需要，拢摆伫你的面前，求你施阮祝福，赐予阮满满的平安福气。特别也求你赐予教会服侍的长职同工，互因智慧甲能力，互因会当带领教会团结一心，也会当哪服侍哪甘愿。阮的礼拜将要开始，求你的圣神降临，开阮的心灵，充满阮，借着牧师的讲道，互每一位兄弟灵命拢会当得到造就。在你的心意完全倚靠主，阮要一生跟对你，成做你忠实的奴仆，得到属天的福气，荣耀你的性命。感谢主，阮安尼诚心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线接咱做伙来启应文第10篇，伫圣诗的后壁面。我来替兄弟做伙来应。上主是我的光，我的拯救，我要着惊啥人？上主是我性命的保障，我又惊啥人？虽然歹人攻击我，对敌吞食我，因拢会跋倒失败。虽然大军扎营包围，我的心也袂惊吓。虽然对敌发动战争，我犹原安稳自在。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只有对伊求一项，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伫圣殿仰望伊的荣光，找求伊的指示。以上。说接恨兮，这里有荣耀。这是国语版的吼，咱做伙来唱。
利路亚，这里有一直永留。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光明自由。敬拜神一路终虽永留，永活的主你在这里。你是起初的，末后的，昔在今在永在的主，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公义的日头如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神奇公义主明亮晨曦，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一直永留。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光明自由。敬拜神一路终虽永留，永活的主你在这里。你是起初的，末后的，昔在今在永在的主，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公义的日头如光照耀，我们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明亮晨曦，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感谢主。接下来我们起来攻读圣经。今天圣经有所以咱做伙来读圣经。今仔日有2位的圣经记载，第一位是创世纪13章第1节到第13节。台语汉语版伫第11页，选到了，请兄弟来听，我来读。第1节，阿伯兰对埃及上去，伊甲伊的某，甲伊所有的连路得，拢去南地。阿伯兰的牛、群、金真济，伊对南地渐渐去伯特利，到伯特利甲埃的中间，早前大埔边的所在，到伊起头起段的所在，阿伯兰伫遐求叫耶和华的名。甲阿伯兰同行的路得，也有羊群、牛群、布边，迄个地就袂用稳伫因三角徛，因为即个因的财物多，因才袂画三角徛。阿伯兰的牧者甲路得的牧者相争，当时迦南人甲比利洗人伫迄个地徛起。阿伯兰甲路得讲：你我毋通冤家，你的牧者甲我的牧者也毋通冤家，因为咱是骨肉的亲。全地结无伫你的目睭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倒平，我就正平；你正平，我就倒平。路得也捌看约旦河一片的边洋，直到所念的路，拢真伦直。迄个地伫耶和华未灭索多玛、蛾摩拉以前，亲像耶和华的园，也亲像埃及的地。对安尼，路得经约旦河一片的边洋，迁徙去东势，因就大家分开。亚伯兰徛起迦南地，路得徛起边洋遮的城，煞伊的北边到索多玛。索多玛人极歹，大大得罪耶和华。以上，第2位是加拉太书第3章第9节，可见
见若信的人，甲有信的阿伯拉罕，同得到福气。以上。接，咱请咱的牧师来讲道，伊的题目是“小选择大祝福”。小选择大祝福，牧师请。各位兄弟姊妹以及伫线上收看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伫咱现场，咱的同工甲咱做伙三角服务。其实这段时间来到教会兄弟，这同工拢真辛苦。愿主施恩伫咱每一位兄弟姊妹的心上。最近疫情已经有小可较好势，总是阁有新的变种的病毒伫台湾来发现到，特别是伫屏东的所在，咱嘛爱为着这件事来警醒，嘛爱为着这件事来祈祷，求上帝帮助。病农也有真侪这群聚的感染，造成咱对有超市或者的生鲜生蔬有一寡的纪律，有一寡的惊吓。所以面对疫情，咱会当有无共款的选择。虽然无法度出门，总是你嘛会当选择你要用啥物方法来买物件。你会当去传统的市场，但是莫伤接去。你会当去超市，你会当去卖场。如果你若毋敢去全联，安尼你会当去一个所在，三个所在叫做多发福，就是啥物多、啥物发、啥物福的这个大卖场。愿上帝帮助咱，咱伫疫情三级的境界的下面，咱嘛爱注意家己的身体，嘛爱会记得来运动家己的身体，莫大家解封了后，大家拢变大苦吼。愿上帝赏互咱，咱当心来祈祷。天阮的爸上帝，阮感谢你，你会听甲阮三角同在。祝你施恩伫阮即块岛屿，嘛互阮同心配合政府的措施，会当度过即届的疫情。求主你帮助。总是阮搁较惊吓的是，有新变种的病毒已经有人感染着。求主你帮助，互即波的疫情无搁扩大。愿上帝你施恩带领，互全岛所有的住民拢会当配合，嘛拢会当警醒着家己。愿献上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咱人的一生也拢伫咧选择的中间来度过。有可能你透早你会当选择你要食啥物，你嘛会当选择你要食台式的蛋饼，你嘛会当食西式的汉堡。咱台湾的食食有真侪的选择，因为咱台湾人会当接纳外来的饮食，所以你会当选择无共款方式的食物。咱一生有真侪选择的时阵，当面对咱的考试，特别是咱的学生，伫考试放榜了后，伊爱选择伊要读的学校，伊要读的科系，毕业了后选择要做什么种的工作，工作了后要选择伊的婚姻。有的人伊的习惯已经养成，所以无法度选择，就照伊的习惯来行。第三级防疫拍乱真侪人原本的计划。去年真侪学生伫6月要毕业，要选择出国
来读册，却因为武汉肺炎全世界真严重，所以就打消出国的念头。伊就要重新来调整伊人生的道路。真无容易，咱今年防疫做了真好，总是伫5月15号开始3级的防疫。我想，恐惊嘛拍乱真侪人已经做好的选择，特别是要毕业的学生，特别是要人生下一个阶段的人。疫情其实已经咧拍破咱过去真侪的习惯，咱无法度用过去的经验来应付眼前所发生的状况。所以，人伫一生的选择，也是抉择，也是决定的下面，咱不时爱调整家己的脚步。咱无法度用过去的习惯、过去的想法、过去的认知、过去的做法、过去的习惯来应付咱即马所面对发生的情形。上帝检采用安尼来加速改变一寡的代志。虽然咱即马无法度明白，我想，再过10年、过20年，这个囡仔已经大汉，伫伊的生命内面，一定会记得有2020年一场全世界的疫情，一场全世界这个武汉肺炎所带来人的改变。有当时咱无法度做选择，因为咱的家庭，因为咱的出世，咱的血统，咱的父母是咱无法度选择的，这是上帝替咱安排的。其实，伫人生的中间，咱有时拢会拄到一寡的改变，一寡需要做选择的时。今仔日的经节甲咱讲，亚伯拉罕甲罗德，因面对着因一生所拄到的代志，因安怎来选择？因的选择嘛变做因以后的结果。申命记有23位的所在摕到选择，这嘛是讲人选择的背后有上帝的福气。如果若选择正确，你就当过着得胜，甲得到福气的生活；如果若选择唔对，有可能会变做失败甲咒诅的生活。咱袂当用过去的经验来应付眼前所发生的情形。伫疫情的下面，其实咱真侪人拢需要有心灵的加油。圣经是真好来帮助咱的教材。申命记30章19节有甲咱讲到，讲我将生甲死、咒诅甲福气摆咧伫你的面前，所以你得爱敬活命。华语圣经是讲，你要选择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和你的后裔拢会得活。申命记就是记载以色列人已经要进入迦南地，所以摩西已经甲因交代，生死福气咒诅伫你的面前，你着爱竞选活命，安尼后代才会当得到生存。人生的课题不只有是非题，还有选择题，也有申论题。当咱做一个有智慧的选择，才会互咱的生命，也是互咱所选择的会当久久长长。今仔经节，咱看讲到亚伯拉罕甲罗德的选择，伫因两人人生的道路，因做无共款的选择，最后嘛有无共款的结果。透过今仔经文，帮助咱来选择，得到属天属灵的提醒。一个检采小小的选择，嘛有可能改变你几年，嘛有可能改变你的一生。自细汉咱拢捌听过一个故事，叫做恐龙让梨。这个恐龙这个人，
互咱知影讲以小养大的美德，以小让大的美德。可是，在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里面，咱看到是一个做长辈，应该是做阿伯啦，做阿伯的阿伯兰，伊从要住的所在选择权优先来交代，优先互伊的侄仔罗德来做选择。罗德圣经出来，才变做是阿伯拉罕的。用台语来讲，就是讲竟人食剩的，做一个长辈，竟然有安尼的度量，来互伊的侄仔先来选择。当然，可能是一个知影伦理的细囝，伊知影要将伊的奶仔互伊的哥哥食，总是伊的妈妈问讲：啊，你的小弟要安怎？伊竟一个上细粒的。啊，伊说讲啊，我做阿兄的人，我嘛爱让我的小弟。所以咱对安尼来看，以色列人为什么因会特别照顾弱势，大个疼细，大个爱服侍细。检测伫阿伯拉罕的心上，咱已经有看到服侍人的精神。上帝拣选阿伯拉罕，要赐福互伊，互有三个应允。第一，就是讲伊要成做大国；第二，伊的名要做大；第三个应允是万族拢要因为阿伯拉罕来得到福气。所以阿伯拉罕相信上帝予伊的应允，所以就进入这个伊无经验过的所在，对伊来讲是未知的土地，这个迦南地。所以来到迦南地，拄好拄着饥荒，毋是真好的时机，佮拄着当地人的这个排斥、排斥、排挤，然后伊就落去到埃及。伊落去到埃及，检测是无顺服上帝的指示，总是伊伫埃及受到侮辱，但是嘛得到真多的这财米，以及这牲畜、这羊牛等等。所以因只好后来因为受到侮辱，只有搁转来迦南地。就是今仔日咱所读创世纪13章的第1节讲，阿伯拉罕已经上去埃及，对埃及地上去，伊甲伊的某，甲伊所有的，以及罗德所有的，拢去到南地，带着欢乐，互伊才财米，才家畜，才牲畜。因来到上帝应允的所在，所以伫遐，因有得到上帝会赐福，生活哪来哪丰富，就是这特生，愈生愈多，这家畜愈生愈多，就亲像创世纪13章第2节到第3节所讲的，阿伯兰牛银金真多，伊对南地渐渐去到伯特利，到伯特利到爱中间。伊早前大布片的所在，因为经在甲咱讲是亚伯兰，安尼是什么意思？是亚伯兰跟亚伯拉罕其实是同一个人，阿伯兰跟阿伯拉罕是同一个人，只不过是一个阿伯兰是上帝还未甲伊改名之前，伊原本的名改名了后叫做阿伯拉罕。咱看到阿伯拉罕有遮个金银，遮个特生真多。因已经来到伫伯特利甲爱中间，因倒来到迦南地嘛，住一段时间。阿伯拉罕倒来到伫原起头伊起弹的所在，伫遐呼救宣告上帝的名，伫遐来敬拜俄勒上帝的圣名。就是咱第4节所讲，伊已经到伫伊起头起弹的所在。阿伯兰伫遐来求叫耶和华的名，所以耶和华赐福伊真侪产业，伊这个特生愈生愈多，得到上帝赐福非常的多，到伊甲伊的侄仔罗德带做伙，煞变成土地无够大，无够使用，无够使用，可能就是这个前生要食的草料真多，无够。有这个草料的土地来供给因，所以
造成这各样的人，两边的各样的人来起冲突、起冤家。这件代志也真伤脑筋吼，所以第6节、第7节就甲咱讲迄个地袂用阮因三角大，因为因的财物真多。因伫遐三角大的时，亚伯拉罕的牧者甲罗德的牧者伫遐相争。亚伯拉罕看到情形不对啊，看到情形不对，要安怎？两边的人伫遐相争，因为土地无够使用。因为发草的所在可能发出来，啊，连伊就许遮羊牛拢食了，所以不得不因就是伫遐为着遮草料，为着无够通互精生来食，伫遐来起冤家。啊，伯拉罕看到情形不对，伊就讲：咱是亲骨肉，咱毋通为着安尼来冤家，咱毋通咱是亲情，毋通伫遮来计较。所以伊就想一个方法来避免即场亲情冤家吼。18节到9节就讲，亚伯兰甲罗德讲：你我毋通冤家，你的牧者甲我牧者也毋通冤家，因为咱是骨肉的亲。这土地敢无伫你的目睭前吗？你若离开我，你若伫倒边，我就正边；你若正边，我就倒边。这就是亚伯拉罕做长辈的度量，先互罗德来选。你若是正边，我就倒边；你若是倒边，我就正边。经早毋是讲，我经正边，然后你才去倒边；我若经倒边，你才经正边。这就是一个人的智慧甲度量。有当时咱面对代志，咱会当选择生气。咱会当选择发生地，但是另外一个程度来讲，咱嘛会当选择温柔、谦卑，这是无共款对代志。人可能本身的个性，以及人本身伊所认知所产生的反应。所以咱看到罗德，看到新的所在，哇，伊真欢喜。迄时伊眼看到。一片润泽的土地直到所尼，伫迄个所在，亲像耶和华的园，嘛亲像埃及地。伫上帝还未灭所多玛、蛾摩列以前，哇，这个所在亲像耶和华的园，嘛亲像埃及地。在创世纪13章10节，甲咱讲，罗德眼目看到约旦河一片的平洋，直到所尼的路，拢真润泽。亲像耶和华的园，嘛亲像埃及的地，哇！伊真喜意，哇！伊真欢喜。看起来罗德，伊就选择安尼的路，哇！这真好，真水，真肥，真赞。应该是无毋对啊。世间人毋是上爱安尼的路吗？但是罗德毋知影一件代志，就是13节所甲咱讲的，所多玛的人极歹。大大得罪耶和华，所以罗德无发现到所多玛人的歹，伊看到润泽水的地，煞袂记得有上帝的美好。所以13节、11节到12节，因就安尼来分开。对安尼罗德经约旦河一片的平洋，迁徙去东市，因就大家分开。亚伯兰伫底，亚伯兰。只有经罗德经村的，所以伊就徛伫迦南地，所以罗德渐渐去到平原羊遐的城，然后将布片慢慢刷到去所多玛城。有一句话讲，哇，入城咯，有人入城，意思就是讲已经到繁荣的很繁荣的地方，罗德已经进入了一个繁荣的城市。其实，伫即个上古时阵城市是部落，也是聚落，就是人哪来哪桥哪挖所在的一个所在。迄个所在，为什么迄个所在会人哪来哪挖过来？已经是伫农业，也是伫畜牧，一个转型的地方，就是城市。因为城市有人来人去，人入人出。要做甚物货？伫遐做生意，伫遐做交易，
可能是以物换物的时代。我饲2只羊、3只羊，我用3只羊去甲你换一块布，是我用1只牛去甲你换一个什么物件，就是大家伫遐咧交易，做生意的所在。所以上帝对人的歹，伊真怨愤，伊最后不得不来毁灭索多玛甲蛾摩列这2个城。对今仔日的主题经文来看，亚伯拉罕甲罗得的选择，造成了因人生无同款的结果。所以咱爱选择的时，咱爱有智慧甲分别的灵，嘛爱有判断甲认知的智慧。所以伫咱要选择进前，咱时常爱甲上帝有连结，也是讲咱有甲上帝认识上帝。所以当咱咧选择的时，咱才会当得到上帝互咱的提醒。检测是一个小小的选择甲决定，嘛拢有上帝互咱的福气甲福分，会有上帝给我们的福气跟福分。当咱做选择进前，也是要做决定的进前，还有一个基本的功课，就是伫这段的头前。亚伯拉罕倒来到伊原本大布片的所在，伊原本起段的所在，伊伫遐来称谢俄勒上帝的名，伫遐来求叫上帝的名，伫遐来宣告上帝的名。所以咱嘛要用敬拜的心，倒来到伫起初甲上帝的关系，亲像亚伯拉罕倒来到伫伊起初甲上帝的关系的即个内面，倒来到伫上帝应允的内面。所以这个这段就是伊将伊家己愿意放伫上帝的手里，愿意将家己的性命来放伫这段的头前。什么是这段？咱用现今的这段来看，甲亚伯拉罕迄时阵的这段来看，其实有一个演变。这段已经演变到今仔日，就是咱的教会，嘛是咱所生活的所在。所以，因为伫这段的头前，亚伯拉罕顺服，伊认定这块土地是上帝所赐福的，所以伊伫遐搭帐棚，伊伫遐生存的所在，可能不比罗得去的迄个索多玛城遮尔繁荣，生活这么便利，因为伫城市内面，什么物件拢有。亚伯拉罕伫个伊起大迄个所在可能是咧大布片大布片的生活的方式嘛相对单纯，所以伫这段的头前，咱爱常常来亲近上帝。这段是你生活的所在，这段嘛是教育囡仔的所在，这段嘛是咱聚会的教会，这段嘛是敬拜上帝的所在。这段咱会当奉献，嘛会当委身。早前捌听过信仰前辈讲，当因来到都市生活的时，安定有找到厝，有租到厝，然后第二个代志就是爱去找教会，信仰的生活会当传承。咱教会嘛是侪对中南部，甚至对东部来的兄弟，当你来到市内时，你若安顿落来，佫一件重要的代志，就是你爱有教会，找教会聚会，找教会礼拜，找教会成做你生命的这段。先家立业了后，嘛，互伊的囡仔伫教会成长，然后延续基督的信仰。伫农业社会时代，有一批伫台湾的中部的农民。因是做事的，伫中华迄个所在，有几个家庭，有几个家族，有几个亲人，因迁徙去巴西，因是坐船哦。迄个时阵是坐船，坐要古外位，踅地球半年，到伫巴西。迄当时去，即批的农民，因毋是先发落家己住的所在，是先找着所在了后。去教会，用教会做因生活的中心，然后才逐个人
去起因家己的厝。因即摆已经有第2代、第3代，甚至可能嘛有到第4代，拢已经出世。咱看到因伫遐，因的信仰传承落来，这就是真无简单的所在。这就是因伫遐找到因人生要起这段的所在，伫因人生伫遐要生活的所在，生活的所在嘛要有这个制度，要有这个教会。第二，咱冲突的中间，咱要有信仰的展现，优先互人。阿伯兰甲罗德因两边的遮个，讲是下骹人啦吼。咱若来看是遮个，可能是请工吼，因伫遐咧冤家冲突，要安怎化解？阿伯拉罕是长辈，有骨肉的血缘，骨肉伫希伯来文的意思嘛是兄弟。所以这位长辈讲，咱毋通冤家，咱是兄弟，吼兄弟，咱咧兄茶的吼。所以伫这个所在，咱看到阿伯人讲，咱毋通冤家，因为咱是骨肉的亲，咱亲像兄弟即句话，伫三角甲落着勉励讲，咱无啥物好冤家、好争执的。所以伫遐，咱爱超越啥物？超越你的甲我的。如果咱若毋是为着你的，甲我的伫遐咧冤家，安尼就无啥物通好三争的理由，就变成是咱的吼，变成是我们的。所以只有用家己来做牺牲吼。所以阿伯人讲，这牧场、这草场拢伫你的目睭前啊，吼，看你要拣倒一位。所以阿伯拉罕伊经历去埃及转来，到伫这段。求叫上帝的名，表示伊的灵性有提升。伊已经毋是用家己生存优先来做选择，伊先互阿伯拉罕来选择，吼，伊先互罗德来选择。其实伊会当先选，因为伊是长辈，伊有即个权柄，有即个权利。但是伊却无安尼做，伊要用伊的辈分来压制罗德，伊放弃伊的选择权。检采有可能就是上好和平解决的方法。伊互别人先做选择，嘛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上帝为着伊做选择，嘛比人所选的更较好，因为上帝已经讲你爱伫迦南地吼。入捌上帝的人，嘛是倚靠上帝的人。所以咱看着，咱对安尼来看着阿伯拉罕伊灵命会无相款。第三，属灵的甲智慧的选择。会带来着祝福，咱人看是水的，但是无一定是有利益的，吼。所以阿伯拉罕无用家己的利益，吼来做决定的标准。伊宁可失去人看做水的遮个代志。我想阿伯拉罕应该嘛真介意即片平洋，哇！这水草遮尔啊丰富。亲像亚花的园，亲像埃及的地，我想伊嘛是有可能真介意，但是伊却较毋愿意的，就是讲上帝互伊的应允伫遮，吼。所以人看这水的无一定是有利益，所以咱要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世界。上帝互阿伯拉罕，可能毋是亲像城遮尔啊繁荣，遮尔啊方便。但是，伊住的所在，却是得到恩惠的所在。诗篇84篇第10节，要甲咱讲，吼，伫上帝殿院住一日，较好1000日啊。咱宁可伫上帝殿、上帝厝伫遐过门，较赢踮伫歹人的布边。罗德毋知影伊所选择的，竟然是上帝所厌恶、所讨厌。做歹的人咧住的所在，所以某一个程度来讲，咱伫圣殿做守卫，吼，做伫遐做顾问的，比住伫歹人的豪宅搁较好，搁较有平安喜乐。所以伫上帝的殿较赢邪恶的世界。第二，咱追求灵性满足，较赢追求人生的安逸。所以信徒毋通追求安逸。咱毋通为着世间来受着威胁，吸引咱的是上帝。
看伫头前尔，这个人短视近利，亲像罗德，用这外表做选择，但是亲像亚伯拉罕是有远见，知影人会内在看将来的结果。有可能伫咱做选择的时，撒旦有可能嘛会布下这个迷惑咱的景象，互咱坠落伫世界内面，最后互上帝来处罚。离开迦南地，检采亲像离开上帝。索多玛物质真富裕，罗德选择的只是安逸，只是会当互伊的肉体会满足，但是有可能是离开上帝。最后，上帝灭索多玛城的时，罗德的某回头，真毋甘留伫厝内袂赴早离开的遮个物件。当伊毋敢回头的时，变做一支的盐条，变成一根盐柱。第三，最后的选择一定会得到最上界大的祝福。两个人上界大的差别，一个是追求上帝的好，一个是追求世间的好。人拢毋是一时失败坠落，是伫咧不知不觉当中、不知不觉的中间，接近着罪恶，慢慢到毁灭的边缘。今日的故事就讲罗德所建的索多玛城，伫遐有发生战争，因为这件代志，亚伯拉罕派出因家中厝里遮的人，来帮助罗德来脱离这个困境。后来最后，上帝毁灭索多玛甲蛾摩拉城。当咱做完选择了，咱嘛爱知影讲，做选择就成做一个决定。亚伯拉罕是一个义人，咱看圣经有甲咱讲伫14节、15节、16节遐有甲咱讲，上帝来安慰伊、祝福伊，互伊讲：你所看的这个所在，拢要祝福互你的后代，要互你的后代子孙，这个土地要互因徛起，而且你的后代子孙要亲像土顶要地上的这个土粉。甲太书3章第9节，有甲咱讲着什物？可见既若信的人，甲有信的亚伯拉罕，会当同得到福气。我要问的是讲，各位兄弟姊妹，你有亚伯拉罕的信心吗？你有坚持上帝予你的应允吗？你有为着福音愿意做牺牲吗？你有为着福音的使命要付上属天的代价吗？你有亲像耶稣所讲的，咱甘愿替别人想吗？小小的选择，若是为上帝所做，只有上帝为你留的福气。若是为上帝做的，上帝会为你准备福气。信仰是咱所追求，嘛是咱所爱掠条的。所以，咱毋通互这个罪恶来捆绑，咱用信仰成做咱选择的出发点。2021年，毋知你顶半年过了安怎？我相信上帝甲你三甲同在，三甲伫地。咱的心意是爱咱来亲近上帝，亲近主，保持甲上帝好的连结甲关系。互上帝来成做你人生的计划甲帮助。2021年还阁有6个月，今仔日是6月最后一礼拜。过来这礼拜会进入热天，进入非常热的热天，天气候会做一个变化。求主帮助咱会当常常甲主亲近，养成甲主亲近的习惯，用安尼做选择。咱毋知影明日会安怎，总是咱爱求上帝帮助咱，互咱过得胜甲命运的生活，就是咱爱做对的选择。有一个英国的历史学家卡莱尔先生，伊捌讲过一句话，讲
咱的选择虽然是瞬间，咱的选择有可能是瞬间，但是结果却永远存在。所以不管是好的选择、歹的选择有可能影响到咱的未来。亚伯拉罕甲罗德的选择，影响因的人生的道路最后的结果。罗德所选择的索多玛，伊最后的结果就是失败，甲受到咒诅。伫遐发生战争，罗德的财产财米互抢去，最后罗德的某变做盐条，伊选择索多玛，最后的结果是家破人亡。亚伯拉罕选择迦南地是胜利甲祝福，因为伫遐伊后来有生囝，有生以撒，后来伫遐上帝祝福伊，所以上帝拣选亚伯拉罕成做以色列的祖先。三应允就是第一，要互伊成做大国，要互伊的名做大，万族要因为伊来得到福气。咱的选择要用上帝来做咱的中心。亚伯拉罕所选的是小，总是结果是大。咱做选择，有时无可能马上看出这个结果，总是咱要做选择要有条件。第一，你要有读圣经，认捌上帝话，思想上帝话，求主赐予咱有智慧，互咱会当做智慧的选择。罗德只有想着讲用这条路行，较舒适。总是罗德离开迦南地时，嘛代表上帝，伊甲上帝哪离开？市内、城内有真侪物资的丰盛，却是对落的地。所以咱要有分别熟练价值的智慧。第二，咱要有祈祷。祈祷上帝赐福，予咱有熟练的眼光，学习亚伯拉罕做一个有智慧的选择。当咱做有智慧的选择，上帝一定大大来赐福予咱。一个小的选择，有可能改变你的一年，你的一生。上帝赐福予咱，咱同心来祈祷。主啊，恳求你，关在伫线上敬拜主有荣耀，伫上帝你竞选的地有荣耀。阮相信这里有荣耀。求主帮助阮，互兄弟因面对未来因有自由选择的事，求主你的灵帮助，互因有智慧的选择，有用上帝做中心来做选择，互因有熟练的判断。求上帝你帮助，学习亚伯拉罕掠条上帝应允，毋是罗德掠条世间的事事。求上帝你帮助阮，因为阮一个人，当阮认捌耶稣的时，我嘛是爱为着耶稣来付上的代价。因为信仰的生活，毋是要互咱过着真舒适。如果信仰的生活是要互咱过着舒适的生活，就无有过去宣教师愿意来台湾传福音，就无有马街愿意来淡水来北部的台湾传福音。如果信仰若是舒适，信仰若是要为着家己来争取利益，就无有谢伟牧师愿意甘愿做戆人。求上帝帮助阮。学习着这信仰的前辈，愿意为着福音来牺牲，来做安尼付出代价的选择。亲像教育牧师嘛，为着福音，伊讲我是甘愿做一个戆人。咱看到教育牧师是一个医生，是一个牧师，是一个知识分子，但是伊却甘愿讲为着主来做一个戆人，愿意。戆做来得到上帝你的祝福。亚伯拉罕嘛是愿意伫伊所生活、所祝福的迦南地，伫遐大布片，主你着赐伊有囝儿、有后代，亲像天顶的星，亲像地上的土沙。
祝你的祝福，祝你的应允，互阮掠条。嘛愿意透过信仰，互每一个人拢有得到伊无相款，甲主你亲近所得到的应允甲福气。愿上帝你帮助。总是阮爱有智慧来选择，阮爱用主你做中心来做好的选择。检测是一个小小的决定，有可能拢会影响到阮未来。愿主你施阮帮助。阮献上祈祷。感恩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感谢牧师美好的信息。接着，咱来唱回应圣诗第4首。天下万国，众人着听，新圣诗第4首。咱起来吟全首。感谢主，咱做伙来补咱的信用告别。咱用主祷文来做咱的信用告别。愿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着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接着，咱做伙来奉献，请奉献的同工来执献。
请起立，咱做伙来唱奉献的诗。感谢主，咱做伙来读经句。今仔日的经句是加拉太书第3章第9节，咱做伙来读。请可见，若信的人，甲有信的阿伯拉罕，当得到福气。可见，若信着的人，甲有信的阿伯拉罕，当得到福气。以上。接着，我来做教会消息报告。本会消息：台湾的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全国第3级的防疫警戒延长到7月12日，为降低聚集感染的风险，并为着将近礼拜甲保守会友的健康，主日礼拜团契聚会、周间的聚会做以下的调整：第一，主日礼拜目前照常举行，台语礼拜伫9点，华语礼拜10点半，并采取网络直播，鼓励大家踮伫厝内收看直播，同心敬拜。请Facebook 来敲吹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罗树教会。第二，敬拜俄罗圣歌队献诗暂停，团契聚会、周间的聚会暂停。第三，多州伫防疫地区，室内2人以上的，请着爱挂喙罨。后面要看疫情发展，才去公告。第四，台湾疫情快速扩大的关键，病症的病毒快速伫体内生炭复制，染疫的人病毒量真悬，真容易造成传播。请兄弟姊妹最近尽量减少外出，毋通外食。外出一定爱全程挂喙罨。第五，疫情对世界产生极大的影响，大家生活习惯也有所改变。咱伫厝内时间变多啊，毋若是伫厝内，毋通踮厝内翕照的。咱着爱常常彼此兄弟姊妹爱联络。疫情虽然会当扭开咱人的距离，但是咱会当透过咱厝内的温度来传达。对疫情危机当中，看见咱的关怀、关心，这是无距离的。第六，有关奉献，伫厝内收看直播。同步礼拜的会友，会当利用周间将奉献送到咱的办公室，托干事帮忙处理。防疫期间，干事是7点下暗7点下班。第七，国泰银行分行的账号0555060007902。伫台湾长老教会、罗树教会账号，请使用转校奉献的兄弟，务必伫礼拜5中昼12点进前回报你的姓名、电话，甲你转校的日期，
银行的账户、经验、家己奉献的项目，一旦入校就无法度更改。袂当伫拜五中昼12点汇报资料的这笔的奉献，就要以主载明来入账户，入感恩奉献的账户，也无法度计算伫个人的奉献证明内底。这个转校的奉献也敢若开放伫个防疫期间来使用。第二，奉献主日伫7月4日后主日开拓教会奉献主日，咱台北中会逐项的宣教事工，特别是开拓中尚未自立的教会，要协助，互因早日经济独立，成为同会，请兄姐关心代祷。第三，特别奉献，教会影音设备更换的工程已经完成，敬请兄弟姊妹大家踊跃认捐奉献。第四，第三季7到9月服侍论题表已经公布，请同工注意个人的服侍项目甲日期。时间上若有无方便，请自行甲其他的同工交换，并且通知办公室。服侍安排无法度尽如人意，请同工见谅。第五，每礼拜三下暗查经祈祷会，欢迎大家踊跃参加线上的直播，查考圣经，守望教会，彼此代祷，得力蒙福。第六，每礼拜四顶播双年的读经班，欢迎双年团契新来道友踊跃参加。第七，每礼拜四下暗请登记家庭礼拜，请甲咱的叶秀兰长老来联络。第八，过价报告，5月份的收入324150块，支出401824块，欠额是77674块。另外有具体相通，咱伫个拜三的查经祈祷会，咱做伙来为遮个兄弟姊妹来提名代祷吼。以上。接着，咱来唱尾变诗，圣诗第397首。圣诗第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请吟全首。来为咱祝祷。咱做来领受上帝赐福。我将恁交伫上帝恩典、慈悲、保护的圣手的内面，愿全能的上帝爸、囝甲圣神的恩典点伫咱每一个人的心上。愿爸、囝甲圣神上帝的恩典、怜悯甲平安，甲恁三甲伫地，对即条到永远无煞。阿门。得到避讳。